今日介紹朗天苑380尺左右嘅單位，2房1廳，一個廚房，一個廁所。設計咧以奶油風為主，米白色、淺木色同埋柔光燈帶，令細單位咧都可以散發溫馨嘅感覺。全屋咧統一用咗600×600嘅淺色磚，由廳到房再到廚房，視覺乾淨一致。咁至於客廳嘅天花咧，四邊加個燈槽啊，令到嗰個氣氛圍咧即刻拉滿翻啦。空間有限，但想像無限，幻想室內設計，延續空間無限想像。多多支持，訂閱埋我哋，一有室內設計、裝修工程嘅新片咧，第一時間通知你啦。入門口嘅左手邊咧有一個空位，咁呢個空位咧一般都愛嚟放雪櫃噶啦。今次我哋要喺雪櫃嘅上面咧加咗一排吊櫃啊，等成個收納空間咧即刻增加翻啦。廚房仲有假天花啦，上櫃白色，下櫃木紋，簡約又襟睇。吊櫃入邊咧，其中一格留空咗嘅，咁方便可以放微波爐或者蒸焗爐。如果你話兩樣都冇嘅話咧，咁就放電飯煲咯。至於洗衣機咧，就放喺台面嘅下面啦。為咗保持咧操作嘅舒適度啊，咁所以今次嘅設計咧會做咗一個高低台嘅，就唔遷就個洗衣機個高度，而要拉高成個台面，咁樣會令到咧煮飯嘅時候唔順手啊。所以咧就洗衣機嘅位置個台面會高咗，然之後 L 型凹翻落去。按翻咧，我哋人正常嘅高度去做翻啦。廁所牆身同埋地面咧，用咗再淺色少少嘅磚啦，令個空間咧更加明亮同埋闊落。間隔咧係保留咗原有嘅設計，咁又加有浴屏啦、廁櫃啦同埋毛巾架，功能齊全得嚟咧，又唔失簡潔。去到廳咧，玄關櫃連埋飯台，用咗一張可以伸縮嘅五金台啦。食飯嘅時候可以打開。咁平時如果唔用嘅時候咧，可以收翻埋佢，等個空間更加整齊啦。咁啊，簡簡單單嘅一張梳化啦，電視機咧會係掛牆式嘅，配合翻一個離地嘅電視櫃，同埋咧成個特色牆，令到成個空間咧唔好太壓抑，保持翻一個一致性。主房設計咗喺特色牆嘅旁邊，風格咧延續翻客廳。房入邊咧有大衣櫃啦、書台連玻璃嘅陳列櫃，再加張雙人床。功能齊全，氣氛溫馨。去到客房呢，因為佢係位於廳嘅最盡頭，亦即係全屋咧窗最集中嘅地方。為咗避免客廳咧會太暗，設計上面咧用咗玻璃嘅大趟門，令到呢啲自然光可以透翻入個廳度，保持翻咧有陽光嘅感覺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記得 like、留言、share 俾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